是两个女主，她是那个是这个下阳那个欧洲中国的，总是没下阳。这里有。被我打了一下。有自由吧？有自由吧？应该主要给那个待遇吧。你这个人来的下面的那个，朝哪个？基本上不放。还没来啊？1分钟，我也去把手机拿来。
什么？梦韶花所赐，我怎能有幸生长在这雁荡山下？得终日有着四娃三岁鸟在身边。你看这专辑风，下丈夫他龙去，福不及不许不敬呐！相公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雁荡山岂不成仙境了吗？仙境好，此次一用，还真得了。夫妻妇，好一种夫妻妇。同林山上恰似行，雪雨风雷在眼前。昂首爱从关长手，不离不弃相随。我偏不醉了。哈？你不醉？难道就在这雁荡山找个石洞姑爷不成？为什么要找石洞姑爷？就在这里躺着，一天为臂，一地为杖，岂不夸哉了？刚进遇上来了，哼！明天我要管路你。哎。夫妻风下鱼灯湖，地狱大无人家。什么？你嘀嘀咕咕些什么啊？相公，见面于无人家，只怕你呀不会去接受的。为什么？看起来是个大无人家，家世很大呢。相公，你不管去的。胡说！我怕过谁了，偏要去接受。走，中计了，醉了！长兄，长兄，太婆，这不是王蒙兄吗？你怎会在这里？我是他的贼娘来与你结魄，一起上京。此次正好，你我可一同赴考。张仁兄啊，我实话和你讲吧，我此番去京都是要做生意。听说京都流行瘟疫，用青梅馆治治有奇药，我就在温州一带收购了许多青梅馆，再运往京都发售，听能和他哩。王兄，你乃是读书之人，现在怎么做起生意来了？张兄，我抱着私塾古今，可九死不做，思来想去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！做点生意有赔不完，生生才是次次都要会变。好了好了，二位相公就不要在这里叙旧了。见面于无人家，我们快快去对手吧。得哩，再列三进，
有虎踞也，加上儿子飞龙到此。长兄，你笑什么？我是笑着对你很有意思。怎见得？你看，这对联事实上摘自有三经，是个副官子的地方，所以叫虎踞。还是家中有两个女儿，就是两口掌上名字，要找成龙快婿。这到哪了？那什么？看他口气这么大，我偏要得服用。这服用得龙子，让他们看看一当山可不是没有精彩。什么？家门？相公相讨老不了。错了，错了！我只是不服气，可没有想成为他家的女婿。快家门！好。府上有什么？请问客官何事？这位大哥，这两位相公想在贵府借宿一晚，不知可否？两位相公请进。有请老爷。唤声张人，王某接过老爷。免礼，请坐。二位相公，你们从何而来？又到哪里而去？唤声将士喜气乱歌，岳父称为应考，因天时已晚，扶持对手，故来贵府当上，还请老爷见谅。哦，你是府考举人，不错。那你呢？啊，我也是常进府考的。那你们这位子女在此？老爷，张人我常在闭门请读书，外父今人心中多。今日府考有一堂，为的是将那书官来请从。今日难得遇上高才，待我在思潮一试。离山断桥芳草路，我来。太云飞雨杨花田。不错。自高自苦，乃些佛教之鸟。谈生山脉，可尝有教之龙。好的呀，好的。此乃老夫小女儿，名叫自琼。英俊已多才，万万从我一的。这位相公，你势必有脚之龙，看来此事上京，定有画龙之志喽。不仅画龙，还要得知上京赴考，画龙的亏用意，相信我家的子恰是不易。与我不疑。我家姐姐有个师妹，富生能见，虽生贤德，便可做我自家成龙快
教，请教。小生也愿请教。那好，带我去请母亲姐姐出堂。母亲姐姐，快来！且不弟弟，妙啊！好一个丽人啊，才能娶她为妻。我还用得着买什么青梅瓜，考什么状元啊？张公子、王公子，这是我大女儿岳凤。小生王某见过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早人之相有礼了。怀里看见他，看见他，出山又是翩翩美是气秋爽，礼风朗朗，礼不花呀一封信件曾用手，没有好事，没有星星出山来。莫不是夜水灵灵只用天，我不是名字爷爷排成天，且看他花样娇艳六本记，自称神太大，目的里水登绝8千里，一来心所一算你们两声，莫不是前四句神色的吧？你叫张乐，莫非就是那个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大才子张乐？就是我家相公。我家姐姐可常常背到你的诗稿，赞赏的很呐。妹妹，母亲，哎呀，这姐妹俩虽然都是武生，可姐姐文静稳重，这妹妹活泼调皮，让两位公子见笑了。母亲，你又偏心了。还好找许的不是我。妹妹，姐姐，快出诗谜吧。当替他困去，哪个他？妹妹，张公子，请你此案注意商量，并要用你的一份催成下联。这不容易，我家相公才好。哎，那可不一定，要做得像我家大小姐模一样，那可就难了。好精卫的修下意，有了下对秀峰，接动下意凤转此。好，好什么好？下联里，看他拿什么来做对？水上望龙，水阳水凤龙摆飞。好，是个真才子。姐姐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可要了。哎，此小姐，小生也是为他弄死下来，这样可不公平啊！那好，也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就以也当上一个景点，服侍也谁吧。真名，请听小生永远与父，九天云霄将仙飞，也怕要子不死归。学着铭记千古怕，命运长照碧云飞。
今天王公子是不是跟和你一样？哎呀，妹妹，不错不错，王公子也是才华过人。凤儿，你看他们俩。弟弟，女孩不只是看才华。你是什么说？言言听众生。哎呀，这位小姐何止是容貌清丽、才情过人啊！她原生面了心境，她不拘外表看心里，分三女为她去生灭，两心相压不可欺，分三女相护她一生，此心相依都可养。丈人啊，丈人，原之为正是自己才华而来，岂料为场上这样的女子，若错过她，将会把害终身。小丈人一脸慷慨把眉推手，情不知我心早把君来说，这一晚深夜表我心中一说，不知因缘聚在怀里奉君官非，妾身灭。小姐，一为生，二为弱，京城素子，今生为客，而何况生灭乎？丈人我疼下这位生命，让他在府中为弱，也就与小姐相守了。戒指，我明白了，一枚戒指换地长，生命却成了文章。这才是红山扶摇夫子，不弃生命也成鸳鸯。我怎么就不知道怀你这么不明堂才里面呀？奈得他为母怕疼生意，从不见用一片也心他长，三世丈人不接母，不知娘苦在上。我的宝贝女儿听终身呀！丈人，咱要特别是听听之文。花桥吧，生灭松，暗藏戒指才稳重，思君玉粉诚心长，能疼生灭是成龙。丈人，快去问我有福有梦。
我欲非之心。对着这一当夫妻风，早人我也与三不是也。三不是也，哪三不是也？一是非中不取。对呀，老夫是为龙得志，倒算是跳过龙门之身，再嫁女的嘛。二是非逢不婚。这个事算是王儿的定情之物，但算是他嫁接你了。三是非事不起。呸！怎么是不吉利的话？不过生死相依，一心一心，也是你的品德，难得。果算是位遇才遇到的好郎君。小姐，咱人身边别无他法，非与此所，全作聘礼。卖个有母，有父母他生身上，是相许他礼，也系亲戚。我们要亲生嫁女儿，礼数可多着呢。夫人正在为备办婚事慌了神了，不要慌，不要乱，与我们西部来帮忙。年年
对了，好事，问你
廖大臣，宋大臣，今帝既得王位，又非太子，实在是不该呐！朝廷动荡，祸及百姓，我皇是今瘟疫肆虐，为政者不见民间疾苦，实在是失德于民呐！我总统今日定要挺身上奏。宋大臣言之有理，我廖章也要忠义尽节。列位大神，他名江山，是自信。烈士继位是江山，吾等臣子无权分，奉劝列位修成。我等一片忠心，天地空绝。皇上定为那忠义谁为臣民？两个毫不知趣的老家伙！张大人、周大人，此等情形，我们得是报才是啊！国家大事莫开口，过来中间继承来，生是讨是帮君子，明哲保身，天何云？当国还不为生查访，何必十年宽长？为国为民为和谐，安居乐业忙也长。张大人，叛军是叛府，官场是黑神，凡事还需三思而行才好啊！是啊，这可是生死大事啊！我等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家臣着想啊！我岂不知忠言逆耳啊！可是今面孔之间，我们不得不从之。臣上不是冤，这是欲为朝廷而为不忠之臣呐！皇上领茶喽！众位爱卿，正是结位以来，国泰民安，尔等各自栋梁，定能保证他民江山繁泰。政治阶级一奉太子，望你们请众扶持。臣与是总统有事请奏。总统，你与何事？皇上，当年藩邦实情，因中与家亲争，不幸被戮。
皇上欲接国接位，继承他统。今世上王英宗已经完诏，当年英宗所立太子节省，并无失德，皇上不应非礼，请皇上收回王命。总统，朕退你不薄，你居算公率反正，这我了得！来人，把总统当成死囚！皇上，钟大圣经济无措，岂能将他当成死了？怎么，廖昭，你也是此法一招，将他一并拿下。是皇上。陈长人有事请奏。长人，你也怪我你朝政嘛？臣几经了上当，就要因此本分，国事天下事都要关心尽心。臣在东周大圣所说，法皇上不非太子监生。谁说这是国事了？此乃朕的家事，何用你来多嘴？皇上，皇家之事是国事，朝廷不应不义，为臣之苦，皇就为这他命江山满不割。因此忠心尽彻夜，让皇上采集为荣耀身手，心怀道德势力，不非那贫富不错的太子自接受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皇上。国家动乱，民生怨，有言不成，枉为臣。皇上，眼下京都瘟疫四横，百姓水深火热，要想方设法治瘟疫之苦，才是对等他事啊！皇上，长人所言却是。皇上采纳。反了，反了！你们尽管藐视正宫，阅读上皇英宗分别，但他抱歉，东床太监行为接旨。皇上。总统廖昭压下去。是。来臣有。把长人也与我拿下了。你凭什么抓神？凭什么？那可清楚了。皇上授予将总统廖昭长人各当100丈，永请天牢。世上有不少傻子，咱家却没有见过杀到过皇帝家亲的哩。
怎么没有？总管大人，不会这么没有解释吧？你果然好狂妄啊你！哎，算了，咱家帮你一管解释。你连皇上都管定，也就是个不怕死的猪儿嘛你。是，谁不怕？可有忠义不杀，与真理不争，那可是比死还难受啊！上朝丞相大比光，世界传王花星光，大朝宰相吕为师，奉劝这天将王权，送上岳飞更忠义，风波凛凛汉元上，更与本朝历史路，迎接太祖，手机出世英勇大，朝朝代代忠臣心上谁记？是太岁好吧，就让你当一个不怕死的忠人吧。来呀，有先把总统了账给我当一巴掌。是。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丈人，见识见识，这忠人是怎么当的？兵大人，总统了账，长上了。长多少下30下，看到，听见了吗？咱家的手下个个都是常识人的高手，只要30下全完事了。怎么样？轮到你啦！要是要打，与你拼死！拖下去打！往死里打！大人，你管阻止营业？不，我是接总管大人送纸报来的。副公不收了，我向总管大人取过情。取什么情？丈人对我有恩，我用纸报求大人收下留情。这个嘛，莫非大人做不了主？哎，哪里？小意思，没问题。大人，其真，不知大人是何留情？你也知道，丈人玩的是死的，皇上亲自下的旨意。可是这营长一下血肉横飞，你看总统两张都当死了。所以下官来求总管大人收下留情啊！行啊，
一颗珍珠可以问10下清当。大人，这里还有。那可问20下清当了。都在这里了。这就对了。咱家可以留长人一条小命，不过不当不行，免得皇上生疑。这样吧，你等着，我让你看看咱们东厂的手段。来人，用银。大人，你总不会失言吧？放心。行了，去念一下咱家的生意吧。长兄醒醒，长兄醒醒啊！长兄，长兄。最兄，我要写一封家书，请你教育神马，让他说说官王有情，百姓交接，自大小姐。长兄，你这个样子，什么走了，谁来照顾你？还是让神马留下，我去报喜。这千里迢迢的。是否能让最兄30岁受苦啊？长兄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还为别人着想，为你这样的朋友做任何事情，最近我都心甘情愿。最兄，长兄，怎么样了啊？大人，请大人施压为咱人刺杀。咱们东厂没别的本事，营也有一套手法，除了营商也有特要样。行，教教我们吧，报他不是，这去呀去。张大人，我来看你了。长兄，你还好吧？还没死。你这是何苦的？他丈夫能屈能伸，何必自己的命过不去呀？是，什么有心意，莫有是非，不知诚信，或者佛意于私了。我不与你这种见风使小动的小人同流合污。你快快走吧。长兄啊，长兄，你与我还不是一样？我团生怕死，你何尝不是？你又能比我高尚多少啊？你此话怎讲？看来你还不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的命是用最近的10颗珍珠换来的。10颗珍珠，竟有这等事！你该知道，你犯的是私财。皇上亲自下的圣旨，充当100场，辽张总统求我赔当死了。那最近为救你命，用那10颗珍珠保持了你的性命，这就是严上，只有拖延才有活路啊！贼兄啊，贼兄！你救了我的命，却伤了我的心，毁了我情侣。我心愿以死明志。长人，你也别太当真了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好保重啊！
我醉了。从今之后，你我就敲归敲，路归路啦。天哪！苟且偷生，非我所愿，非我不愿
其风八地设苍穹，射穿八千瓦兵里，万物千岗掩哀中。好事好事，姐姐是跟姐夫压的吧？与何失了？姐姐，你近来总是闷闷不乐，到底为何不开心？张伦府考已告终，恰不知至今还未归来。是啊，二位小姐，今正来人要见老爷。找我弟弟何事？在下周瑾是从京城而来，请知老爷一见，我有要事相告。弟弟母亲，快来！结果老爷夫人，我乃张人好友。张人怎么样了？老爷，金地长朝把口四门，张人扛着枪撤退，金军皇上从才进，莫非太子肝肠碎？地狱触动龙颜，下至巴掌真快手，强吕心里去天牢，命我报信为文贼。让我亲自教育小姐。玉琪，凤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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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残忍可恶之极，老爷，你误了女儿的终身了。赵人啊，赵人，你啥才是？不该也不该半夜来唱。俺从高城回过雨。撒下了这杀身火。上我女儿我名门，不信心在门死，做了妇女非心弟弟。弟弟，你需要
他你唱，他从此苦海沉沦受气凉啊，他是自性命与关难回乡，他休妻为我解脱冤呀，他不想啊，父母终身受空房长兄此番休妻，这是大逆之举呀！难道是我错怪赵人了？长兄为人厚德重义，在附近路上，我曾短视观阵，他为等我，差点误了营阵，去珍宝重听啊，是故大得大逆之人。难得知小姐生动张人之心，长兄他真是三生有幸，得女之姻啊！丈人，当你这于情于义的真朋友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弟弟，你快想想办法去丈人一命。儿啊，为父年迈，家中岳父内子，是我岳父进城去救赵人啊，这便是如此好啊！事到如今，我要亲自赴京。儿啊，你一个女儿家是好去的，何况你又怎能救得了赵人啊？我却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去见儿啊！这万万不可啊！弟弟、母亲、女儿，劝你们了，死尽张人他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女儿要与他结上一面呐！弟弟母亲，你们去应允了。弟弟母亲，你们去答应姐姐吧。老爷，我也要返回京都，还是让我来护送知小姐赴京吧。好吧，美姬，你快收拾一下，随哈小姐上京。多谢弟弟母亲成亲。
天上界为国官也，何其势力大勇，更富有献策太子为国计。没事不必再生喜结亲戚若永夜，别自己岁月交。相思两地惊雷。上人，已辞别了，你不用再刻诗了。哪里来的辞别？一人送的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可真是的，当初一进牢房就想过要辞别，现在遇了却遇不要。当初上人赋予辞别，是老天爷大发慈悲，塌了天牢，是我画篇作字，铁定作弊。上人可以刻诗写长了。你看，我已经刻了这么一段了。我告诉你，画篇刻诗好啊，不知不来，永报永成。天下就是张人一孤身，遇这样的随你了。你看，遇杠了。寡妇的别人都说你是个杠人，杠人，我杠在哪里嘛？我听神说，你在旅店得饱不要，坐等日子，看你杠不杠。不识时务，冒失进阶，冲撞皇上，看你更加杠。身在受刑，万根公公别人中间杠。身在天牢，还想作诗，遇了辞别，还要画篇刻诗，杠杠杠，扛到底，扛到底，扛到底了。扛到底了，是扛到底了，我也可以啦。好了好了，我挽着他就是了。等等，这是谁送来的？是周大人和一个女子。有个女子，你们进来吧。长兄，
我可我在这里好得很啊。孔子有中老，我不变，有中之老，在人间当人观天为我怜，我在怀内偏天偏平生所长才中言，八国经验宋哲变，为人始终分内事，几生淋雨都是艰，都是艰。都是艰，况举天老人爱情，灭了才做多情也。君不见，文王落难九里，方玉已经传世间。君不见，司马迁太师谁也应。有事情红天，自古忠良多遇难，遇难之中陈胜业，陈胜业，紫小姐，你不要哭了，一路来你哭个不停，再哭会哭坏眼睛的。最兄，长兄，你怎么带他来的？谁能拦得住他呀？哦，好了，你们俩说说死娃娃，我吃这碗黑茶。你是不该来的，是你叫我来的，我何是叫你来的？是这昨日间叫我来的。你讲这玩句，杀相杀生之后，难道是我害你不成？为什么要许我？你这是要我来向你讨过什么？我是为你着想啊！我问你，当年你到我家誓愿定亲，面对夫妻妇立下三不誓言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你说也是非中不娶，而你是非我不婚，那为什么要许我？话语第三条，你第三条，这三是非死不弃，这一条你却犯死了。我娃娃子，你为什么要背死亲我为你苦苦相思，此夜郎，你恰是羞辱一封伤我心，死别后灯前覆灭，手边
弄不到东来到，面上我混团一汤包，有牵牛牵，闲事离离也闲成。你与我曾结相呀欢去心。怕只怕丈人生死惊鸿地，才上心再断心愿放你手丈人，你错了，你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吗？小姐，你是皇上，可我却是个死囚啊！可是我欺负身亡，当算欠你了。可是你问我怎？你问我怎呀？我虽活有死啊！你死，我也死。父妹，那我要是将这老弟所穿的，那我去一生一世陪着你，此非夫妻风，化为风尘。
有样事想告张大人。崔大人，这几天朝廷不太平，上头呀没人来参与。你们慢慢谈啊。贼兄、张兄，朝廷怎么了？你可听到什么？我只听说朝中大臣对金帝不立英宗之子接升为太子不满，金帝上望把英宗软禁起来，其他消息不知道了。山雨欲来风满泪呀！相公，你还管什么风呀雨呀？四季的泪都保不住了，你快且罢。什么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像什么？不要多嘴！你们怎么了？紫小姐她怎么了？什么？紫小姐自从相公受孕之后，结乎共性，日夜抵抗，与加上上京途中历尽艰辛，现在她什么？现在她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现在眼睛瞎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她现在身在哪里？她在京府上照顾，我已派人护送她为月亲自验明去了。张兄，该死！该死！张兄，岂不是此悲伤啊？哦，张兄，既然自有天下，紫小姐定能康复的。张兄，不，是我害了她，我对不起她，我误了她的终生，又为她伤我生命，我是罪人啊！张兄啊，哎呀，张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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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这人出了什么事了？紫小姐伤我生命，如今为月亲自也病去了。张兄他莫急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在幸灾乐祸吗？不，我不是幸灾乐祸而笑。张兄，你的大喜来了。我有什么喜事？张大臣，参元真宗大臣，国外金帝他为亚臣，朝廷正面风云起，就是上王成东门，此情中已不为从的太子之情张兄，你貌似中箭，不仅夫妻，还有他公啊！所以你预备的神是我了。当初你不是与我乔管教、路管路了吗？张兄，你我本来就是同场好友嘛，我当初明哲保身，可平复害你之意呀。朝廷之中，像张兄这样领军奉命、正直率真，简直是凤毛麟角呀！敬佩呀，敬佩！好了，暂且不论这些。如今英宗复位，张兄你才有欲望。哎呀，大喜呀，是大喜！太好了！这张大人大喜啦！你来做什么？在下奉外报旨。耶！是，望请张大人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这世上多的就是你这种人。贼兄，唤兵归朝，张衡听旨。万岁！万岁！
就为传递从军，张人兵中策言，是我私情，此乃冤勇，真成天子。张列举十方，劝你不堂中之责，其次。张大人，快接旨啊！张人，你为什么不接自前？当初纵动两赵，也是冒失反对金帝之臣，曲折穿事。他们不平反，我张人求不见恩，永远跪在天牢。你看，刚进御上来了。张大臣看得对，皇上以礼遇之意，为总统两张平反，凭立之用其总会。岳总才为张大臣当开所令。是。在狱中有良友相伴，四经出狱，不可忘了孤身是这条铁链，还与这对画皮。铁链有情，花有你，陪我3年不离弃。我父母他离
是追兄来了啊！哎呀，长兄啊，是你出游之后不放昼夜，忙于公务，可不能忘了一股神。子小姐，我岂会忘了他呀？我是时时夜夜想啊。当初我要求皇上即加本在列江为相，与子小姐成亲，可皇上封你官职，要你为这些蒙冤早求之人平反昭雪，至今未能力尽。贼兄，能让蒙冤之身早日重见天日，也是我的心愿呀。事情好了，这些宫外都已结了，过些日子就可请你好喜剧了。哪里用得着过些日子，今日就能喝上你的喜酒了。贼兄，此话何意呀？我今日前来，就是叫你报喜信来的。你要不把新娘子叫你送过来了，今日就要与你成婚了。相公，相公，新娘子的花轿到了。哎呀，长兄，新娘子不就来了吗？什么？黄花车女？哎，来了。姑爷，我的小姐一起来转亲了。快快你家小姐下轿。慢，小姐少爷欲为我证件，今天是谁与我亲自为他下轿啊？小姐，长兄，该叫夫人啦。夫人是怎能太美你了？谢相你高才。有的心思句，我与你做小心头风情九妹，怎么会是你呀？父母之命，姐妹之心，我只能从命嫁给你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长公子。喜的是平凡生活不寻常，遇的是忙女贞洁平地里
怜我为谁己来家。天他与我来不提。为了心里一笑来抬起家，曾见张郎我张郎岂能够二心舍得，他便是欺山飞呀，也是我的他父神呐。穷妹啊，你谁叫来，谁叫去，急急急来拜堂，我在心爱呐。我也不是要嫁娶你的，但是花轿城门满城皆知，杀死为头，岂不是违背他鞭背休妻？叫我死后做人，叫我再嫁后人，不是死了算了。九妹，你我三夫姻缘之分，且有妻道之情，我咋能不能对不起你？好，这样吧，你先到后堂稍息，等我想过办法。张兄，此事万万大意不得，你要好好想个办法，切莫伤了二小姐的心，误了她的终身。贼兄，你说这个二小姐，她怎么能答应陪嫁你？糊涂！哎呀，糊涂啊！我看呐，不是子琼糊涂，而是你张人糊涂哦。我糊涂，张兄啊，这子琼是一位贤士佳丽，八分八色大巧又有心，八分八能杀鸡，成人之美，八分八是一位也等情。他一举一动令人惊，既聪明来又伶俐，性格开朗人大方，尽是美丽如此迷。哎呀，张兄啊，有这样的好姑娘肯嫁给你，真是你的福气哟。贼兄，那你就与他成亲。
长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哎呀，长兄你呀，快晚上新郎接风。哎，长兄，这又是的，师傅的弟子嘞，你有心，他有意，是否？哎呀，长兄，哎呀，师傅的弟，师傅的弟，哎呀，来，快扶新娘上当。哎呀，来，我为你们造礼吧。哎呀，长兄啊，你不和我上家，我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新郎新娘相逢天意。那是历经反胃鼓励，去到知府，防止知小姐离家出走，不知下落。我再三询问他的去向，岳父言道：这在此山中云深
不自此。连日来，我在这雁塘山中翻山越岭，苦苦寻觅。凤妹啊，凤妹，你为什么躲我啊？你为什么不愿见我啊？小妹妹，你为什么不用洗水，却接这君的解水？这碱水能治病，能治什么病啊？能治眼病。你家里是谁患眼病啊？是一个来救我爷爷治眼病的小姐。那小姐姓什名谁？她姓朱。那小姐在哪？你快带我去见她。你要见她？这小姐姓朱，名玉凤，乃是我丈人的未婚妻。她因晚夜间怕拖累于我，故而来此深山避我。原来是此。快快告诉我，她现在人在哪里呀？她此刻睡在夫妻峰下，正等我用这碱水洗眼呢。夫妻峰。
人间啊，就上苍大慈大悲是神的神谁能讲双一了，即便上苍不开眼，照人此生，与他同偕老。去水回来了，是啊，我来接你洗眼。小妹妹，这水滴在我的脸上，好清凉。洗眼吗？两个人啊，是呀，王爷爷回来了。不是的，爷爷才下去了。那是谁在为我洗眼？有天，长了，是长了，是我就在你的身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妹妹刚与你成亲，你怎么撇下她到我这里来了？我忙于求妹成亲，那我妹妹呢？她现在做了新娘，成家了。你把她嫁接谁了？嫁与我那有情有义的好朋友最近。周公子才得上京，兄妹嫁他，倒也是天上地神。是啊，周兄对我们情义至深，我把妻妹嫁与他，也算是对他的报答了。丈人，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妹妹？兄妹可是个好姑娘呀！我有事业在先，非忠不娶，非凤不婚，非死不弃。好凤妹，你随我回家吧。不，我也在思过下子啊。我不在乎，伤了我爱你之心，从非变故事啊，凤妹。料不到身边孤得起风涛，天老难
前方，呈现秀素，黑凤眉快了凤目双娘，平月月回故乡，喜结良缘有谁知怕前来。你有必到，谢苍天领丈人，将你寻到，快随我回家去。共度良宵谢公子情理重，千山行边，可见君品德高，爱心不变。牛凤我怕着怕，盲目难随。你公子是途上来在千里，因此上没得家，成君之美。是与君此一心，一种天意。红梅我与你多一位平当高，为曾你曾生来同方圆了，小公子爱对方陪谁同处，早应当该反省，不再表白。来来来，我与你牵手相伴，做一对好夫妻，地久天长，地久天长人，我这双眼睛需要这夜当清洁深邃，时时洗涤，也不知何时能见光明，死后能随你为亲上身。凤妹，我情愿不为京城为官，也要留这张夫妻风香，与你长相厮守。我要稍稍亲手为你叠水叠梦，
让你走上中间，这燕堂美。